大家问千万句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顶礼拜六选举已经结束，咱咧讲国情调和泰，关清民主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政，它字样政第三条。这个政有法令法规的意思，咱讲政策。另外国家内部的政事，咱讲就是内政。国家统治机关，咱讲政府。政府制定法令管制国家事务的行为，咱讲是政治。毛定义解释讲，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代志。国家的公务机关行政业务，像讲财政，来邮局执行的业务，咱讲是邮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政治，有一个解说讲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代志。目前是讲政府制定法令管理国家事务的一切行为。第二个词读做政权，有人读做政权，会当讲是国家统治的制度，或者是执政的管理。用的解说是百姓管理政府的管理，其中就选举、罢免、创制、复决。若是讲政府管理百姓的权利，叫做治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一句话，讲古意人唔通插政治，插政治袂输咧做兄弟。当然，这是古早的想法，即嘛时代无同，百姓都要发挥家己的参政权，安尼民主制度才会愈来愈成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政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